俗语讲，饲鸟鼠家暴地，这个新闻比饲鸟鼠家暴地更较严重。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借无钱，就杀害饲大汉的阿嬷。这个20岁生日的这个查甫人，自细汉到附近这个厝边阿嬷带大汉的，大汉了呢，因阿嬷后生，搁带去厝内工厂上班，冇拍薪水互伊。也毋过这个查甫人呢，甲阿嬷讨无钱，讨真几摆，大家真困扰，最后不得已该赶出去。即摆又搁讨无钱，直接就举刀啊杀害这个阿嬷，抢几啊十万了，做伊走。搁较可恶的是，代志发生后，搁去掠铃，掠这个色情的掠铃，搁走去到花莲，bắt到一个妖，就敢若无代志共款，买物件伫遮，冷迄个程度，互警方真正有够意外。嫌犯赶紧自厝内行出来，搁穿外套，甲拄抢来的钱某安安。这个时阵，阿嬷已经红拄几啊刀，倒伫厝内已经无命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4点外，20岁生日的查甫人回去厝内，甲阿嬷借钱，想要到借无成，就摕刀啊对78岁阿嬷堵14刀。中秋节过后才回来的。我朋友就是好心，就是一直觉得说，伊自细汉带到大汉的，那有可能是安尼。原来生日的查甫人是厝边的囡仔，自6个月大的时阵，就互阿嬷带大汉。毋过大汉了后，定定有偏差行为，搁会偷钱。最近定定回来借钱，和阿嬷起口角。有要跟阿嬷借钱，阿嬷就开始不借。那借不成，他用偷的，所以被他家人赶出门哈，他就有点怀恨在心啦。那所以说今天有预备了这个刀械。如果说遇到家人反抗，他可能就要跟他们拼搏。嫌犯犯案了后，搁回去厝内换衫，刷落来提钱去色情掠铃店消费。上尾也搁坐车到花莲，想要闪避警方的追查。想要到暗时，因为bắt到要去买物件，互远景当场压伫涂骹。家属讲，厝内总共有36万无去，毋过嫌犯讲，敢若抢10几万，互掠着了后，警方嘛伫伊的牌仔内底抄着8万块。大嘛？是因为缺钱吗？即马生日的查甫人嘛已经互掠着，即马嘛照强盗杀人罪，互移送侦办。因若无感谢阿嬷甲饲大汉，颠倒阁为着钱甲阿嬷刣死，这种恶逆的行为实在是互人看袂落去。